大家好，我係 Gary，歡迎收睇今日重點新聞。尋日31號朝頭早大約10點，一名23歲姓黃喺城大就讀嘅外地男學生喺學校飯堂，因為玩電話發出嘅電話聲浪太大，被一名39歲姓黃嘅女研究員上前要求收細音量。男學生拒絕後動粗，先後起飛腳踢向女研究員，再向佢掟燈，由司機取走女研究員嘅銀包放入自己袋。女研究員立即報警。飯堂57歲姓胡嘅男經理見狀上前勸阻，結果亦都爆發咗爭執，被男學生打至流鼻血，更遭男學生撕爛制服。男學生其後逃向圖書館，遇到趕抵現場嘅西九龍衝鋒隊2名警員。我哋先嚟睇睇網上嘅事發片段。喺剛才嘅片段中，其中一名警長同埋一名警員開啟隨身攝錄機拍攝現場情況嘅時候，男學生扯斷咗警長嘅攝錄機，掟咗喺地下，再搭生魚式咁樣搭低咗個警員。警員一度噴胡椒，但係依然俾個男學生掙扎逃脫。咁警員之後高聲喝令唔好走。咁雙方經過一輪追逐之後呢，最終男學生被制服。被制服嘅時候，男學生上衫掛頸，半身赤裸，雙手扣上手扣咁帶走嘅。事件中5人受傷，當中3名警員分別胸口痛、面及後腦痛同埋手指受傷。最初要求男學生收細電話音量嘅姓黃女研究員左前臂受傷，飯堂姓胡嘅男經理就流鼻血。男學生事後被警方以涉嫌傷人、普通襲擊、盜竊、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、刑事毀壞、襲擊警務人員嘅罪名拘捕。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10隊跟進。如果一個稍為有教養嘅人都會清楚知道公眾地方嘅電話聲浪，盡量唔好俾旁邊嘅人聽到。但係如果自己真係冇耳機喺身，或者耳機冇電，可以嘗試將電話聲浪較細，然後將電話嘅喇叭位貼緊自己嘅耳朵旁邊咁播。咁樣一嚟又唔會嘈到人哋，二嚟自己又可以聽得清楚。再嚟講另一單新聞，出街食嘢好食係重要，但係安全衛生更加重要。最近有網民發現尖沙咀 K11 繆斯一間高級意大利雪糕店，女店員竟然狂舐雪糕筆，每款都試味。片主話佢哋企喺度企咗10分鐘，已經見到個女店員至少舐咗5款味。網民大驚擔心會食阿姐口水尾。店方其後回應，指事件發生於收鋪清潔期間，涉事員工喺清潔器具前出現不當行為，已即時對涉事分店進行全面清潔及消毒，並向涉事員工發出警告信。店方強調每日均會使用酒精清潔所有用具及設備，並向公眾致歉。我哋對事件引起不安深表歉意，並保證會嚴防類似情況再次發生。負責人及後再回覆傳媒，明白即使事後有消毒，員工拿用具亦確係做得唔好，只已收到網民意見，會暫停涉事店員職務，全店關閉1天清徹底消毒，以及盡快更換所有相關雪糕用具，望能重獲顧客信心。今次事件，店方其實係要將涉事嘅員工解僱，而唔係發出警告信，因為做飲食業最首要嘅意識一定係衛生。員工如果冇咁嘅意識，又或者意識不足嘅話，對於食客嚟講係好危險嘅。今次對該店員嘅懲罰其實係唔足以俾其他店員產生明顯嘅警惕作用。今次事件發生喺上個禮拜5 28號，呢間雪糕店係主打高級手工意大利雪糕 Gelato， 雪糕售價69蚊起，更加有部分口味係高達接近300元。Gelato 同 ice cream 雖然相似，但係依然係有啲唔同。Gelato 嘅中文翻譯為意式冰淇淋，而 ice cream 就係美式冰淇淋。意式同美式嘅冰淇淋原料都係牛奶、奶油同空氣，不同之處就係原料嘅比例同埋攪拌過程。喺冰淇淋嘅製造過程中，係需要注入空氣，
以製造平滑綿密嘅口感。空氣比例嘅不同，造就咗意式同美式嘅冰淇淋嘅不同。呢啲空氣比例被稱為膨脹率。軟冰淇淋同埋工業冰淇淋嘅膨脹率較高，達 100% 或以上，而意式冰淇淋嘅膨脹率只有大約30%，所以 gelato 嘅口感會比冰淇淋來得綿密。今集最後一單新聞就係發生喺內地，就係懷疑小米 SU7 撞欄燃燒後車門被鎖死，導致車上3人被活活燒。小米自3月推出首款電動車 SU7 以來，一直都係國產風頭等。近日有網民發文稱，3月29號晚，3名女大學生駕駛小米 SU7 由湖北前往安徽池州參加考試，在銅陵松陽高速發生碰撞後，車輛爆燃。有自稱車上人家屬表示，撞到護欄直接起大火，車門自動鎖死，主副駕我的孩子們事故被燒死。內媒報道，事故造成3人身亡。對此，銅陵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工作人員回應事件喺度調查中。小米稱已成立事故小組進行調查，為並未就網民質疑嘅車門鎖死等問題作出回應。針對網民質疑車門斷電後無法開啟，小米汽車工作人員向內媒表示，喺4個車門內飾板下方，儲物格位置均配有應急拉手，應急拉手為機械鎖，即使電池受損亦都可以打開。緊急情況下可以用應急拉手去打開車門，但問題就係個應急拉手唔應該喺啲咁隱蔽嘅位置，因為用得應急拉手，情況一定好危急。喺咁危急嘅情況下，冇可能咁冷靜會揾到個拉手。另外，雖然睇落小米好似好詳細咁交代咗成個行車嘅明細，但係公佈嘅明細只係怪責緊個司機，而且根據家屬嘅說法，就係小米到而家都冇同佢哋聯繫。當然，基於唔希望最後係變成事實，就係事件責任全在司機。小米就今次事件不用負上任何責任，就睇下事情之後會發展成點。基於會適時同大家跟進。咁今集就嚟到呢度。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CLS 3部曲 subscribe 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新嘅影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